每日調教，跑快路咁一時。大家留意6點鐘嗰個盤，我支針呢支針呢係指住5月嘅，今日已經係6月啦，我哋會將佢撳到去6月，一下下慢慢咁撳。留意啦，應該呢下就係6月㗎啦。係啊，6月。咁今日就6月11。哎呀，放大完成埋佢啦，不如。611。611，哦，6月11，星期3，啱數，good。